乡亲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，这又个是迫爱做来起纠纷。这是发生伫火车顶台北往桃园的区间车，有一个太太大声一直骂，要求坐伫个迫爱座的乘客都爱让位。结果是边仔民众看袂做哩，向前理论，搁摕手机甲录影。这个太太愈掠狂，甲人的手机抢过去，结果煞变做抢手机的冲突。 那个是不爱做啊，对不对？请人家那边要客气一点。没有，那是不爱做啊，对不对？穿乌衫这个负责人气噗噗，甲这个穿球仔衫的这个女性呢，伫咧相骂，连列车顶就赶来做公亲。为什么还要给我拍照？我就是要检举你。哎，奇怪嘞，看一个警官来，伊共抢人客手机啊，搁压伫后壁，讲唔行就是唔行。伫火车顶发生这款代志，导火线又搁是迫爱做。 有民众伫面册写讲，昨台北往桃园方向的区间车顶，有一个70岁负责人认为，坐伫迫爱座这个人客爱让伊，伫车顶就伫甲骂边的人客看甲袂做的，打进前去甲理论，当时摕手机来录影，想要到手机被抢去。不是很恰当，因为这是个人的财产嘛。再怎样有纠纷，我觉得还是要理性的处理。老人家他们自尊心很强啊，不希望他儿女朋友看到吧，所以才会给他抢。我是可以同理心感觉到他这样。妇人自称年长，需要乘坐不爱坐，与他人发生言语冲突，经列车长劝导后，自行于桃园车站下车离开。你骂什么骂？干什么事啊？你还敢这么好的人？今年6月，台北捷运才发生时大对坐伫迫爱座的少年人扇嘴皮攻击事件，公车、火车拢捌出现这款的画面，即马连现场的人都无辜的受害。充满爱心的迫爱座煞变成冤假导火线，尊费的问题又搁引起讨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